弟兄姊妹，大家圣诞快乐！圣诞节的脚步已经到，咱今仔已经进入到大港节的第4个主日，再过3日就是圣诞节咯。咱在大港节有4个主日，每一个主日拢有无同款的主题。第一个主日的主题是愿望甲期待，咱中间咱有讲，咱来看到愿望的记号。第二个主日，咱的主题是信心甲准备。咱伫讲道中间特别讲，伫咱心灵的旷野，咱爱准备一条道路。第三个主日的主题是喜乐甲宣布。咱伫顶礼拜，咱有讲到对天而来的喜乐。第四个主日就是咱今仔日的主日的主题是听甲启示。咱有特别邀请史怀哲、琼英、千文文千文文因一个台语名足好听，一个叫做阿图，一个叫做阿豆，一个土丸，一个土豆安尼。迄个细汉的叫做土豆，大汉的叫做土丸安尼。咱多谢因来点到大港节的蜡烛，蜡烛看起来真简单，要点会到嘛无简单。心若无够长，你就是蜡非常的济，你嘛点袂到。咱今仔日同齐伫遮来过第4个大港节的主日，第24暗，咱的 TM 甲 EM 要同齐有一个平安暝、圣诞暝联合的礼拜的主管礼拜，咱期待咱伫拜日暗7点半，咱同齐过来这个过圣诞暝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生日，生日是咱伫世间生命的一个开始。圣诞节嘛是关注一个人伫这个世间生命开始。这个人是耶稣基督。这一日的生日特别有意义，因为伊的诞生要彰显一个物件，就是上帝生成的听。历史学家甲目前科学上所谓的大数据、大数据的这学家，因同齐用这的百科全书以及这个大数据这种的资料来分析，到底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影响介深远的人是啥物人？结果显明，第一名是耶稣基督，超越无同款的种族、无同款的领域，包括宗教、包括政治、包括军事、包括科学，这个拢有一伟大的人，总是无一个人会通亲像耶稣，对着人类遮尔长远的一个影响。这个显明耶稣伊的影响力超越伫时间甲空间，同时伊的诞生改变人类的历史，到着人的生命方向。伫今仔咱所读的经文是关于耶稣诞生的故事。圣经并无清楚甲咱讲耶稣诞生是啥物时阵，总是圣经有明明甲咱讲耶稣有诞生的故事。但耶稣诞生伫倒一天，有一无共款的讲法。大多数目前的教会是伫12月25来庆祝圣诞节。总是咱嘛爱知，有的教派，比如讲更正教，因是伫农历的1月7日伫庆祝圣诞节。所以你若伫遮庆祝圣诞节了后，你去苏联，还是去东欧，你阁会当庆祝搁一届来庆祝圣诞节。那无论是伫什么时阵咧庆祝圣诞节，咱就知，这个庆祝圣诞节介要紧的一项代志，就是咧告别耶稣基督伊的诞生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上帝成做人的款式，诞生伫人的世间中间，开始伫人世间中间伊的生命。今仔日咱要通过圣经内面所记载关于耶稣诞生的故事，互咱来思考到底耶稣的诞生，伊所蕴藏的意义甲伊奥秘是啥物货？第一项，咱需要了解的，就是耶稣的诞生是甲着历史有关联。耶稣的诞生毋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是上帝长长久久伫人类的历史中间，伊所计划的一个救恩的一个计划。先知以赛亚距离耶稣的时代已经将近要700-800年。先知以赛亚已经有做一个预言，讲有一天
基督要诞生。伊所预言的针对一个婴仔的诞生，伊讲这个婴仔诞生的时阵，伊要带来以马内利的一个应允。以马内利这个应允，伫以赛亚先知的册中间，连续3个所在的出现，就是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到16节，第8章第7节到10节，以及第9章第6节到第7节。当这3道的经文，一方面咧说明，当初时犹太民族，这个民族拄到危险、甲苦难，甚至有可能灭种这种的历史处境。总是一方面，这个预言也咧指出，有一种的困难会通超越伫历史的限制之上，上帝救恩的一个应允。当犹太民族面对伫北边，就是咱即马讲的叙利亚，以前叫做阿兰国，甲着北国以色列王用两个王联手做伙，要来将南边这个国，就是犹太国来攻打耶路撒冷，要将伊毁灭。伫当初时，南国犹太王犹太国的王亚哈斯王，甲着全国的百姓，拢非常的惊吓。先知以赛亚伫这个人民惊吓的时阵，来传讲上帝信息。伊讲上帝要拯救。伊对亚哈斯王讲，上帝亲自要互恁一个记号，亲自要互恁一个兆头，看要有17女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。因为这个囡仔还未出世，出世还未毋捌怎好经好经歹的大生。你所惊吓迄两个王，就是阿兰王利顺，甲着这个北以色列王这个比加，这两个王因所徛起的地，的确一定要拄着这个灾害，上时要要受到放弃，因袂通搁再来侵犯恁，所以恁无需要惊这两个王，上帝的确要拯救恁。当时亚哈斯王伫当初时，伊无相信这个应允，以色列百姓也无相信上帝要予伊拯救，因犹原想要用家己的方法来得到拯救。所以以赛亚佫一解预言讲，恁既然验证西罗亚慢慢咧流的水，恁无相信上帝予恁救恩的应允，那安尼我甲恁讲，主要予迄个河真大真强的水。流来饮恁，就是亚述帝国的王，甲着一切阳光，要搬过这一切的水沟，要涨满你的花，要冲你到伫犹大地，要涨满四界阴，关到伫暗滚。以马内利啊，伊的室要展开，要遍满你的地。亚述帝国毋也亲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，将阿兰王利顺，甲着以色列王比加拍败。上时当伊拍败了后，因为南国的犹太人因无相信上帝救恩，所以上帝也应允亚述帝国来侵犯伫犹太国，所以亲像大水冲迷到伫整个犹太全地一样。迄个时犹太国伫遐也强强面对伫即个全国灭绝即种的危险。总是上帝救恩，袂因为当初时犹太民族的无信。就来放弃。圣经有一句话，咱就藏伫咱的心内：人会失信，总是上帝是信实。人会通得到拯救，在伫伊相信上帝的信实。先知以赛亚进一步预言讲，上时这是一个更较关键处的一个预言。伊安尼讲，列国的百姓啊，主在恁宣发到伫落尾，的确会破坏。远的人啊，就按耳孔来听。处在恁下腰，的确要破坏；处在恁处在恁出色计谋，总是的确要归伫空空；处在恁议论，总是的确袂成立。因为以马内利，上帝要教阮三角地的。以赛亚将以马内利这个预言，无搁再限定伫犹大，无搁再限定犹太民族，是要将这个应允扩充到伫万邦万国。伫以赛亚书第9章的第6节到第7节，安尼讲，上帝应允有一个婴仔要为着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要赏赐予咱，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是奇妙的无私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一辈和平的人君。
伊的国政甲伊的平安，要加天到地无共进，就是伫台北的宝座甲伊的国，伊也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，保护伊对担到地永远。万军耶和华的热心要成这个事。但对于咱拄则所运用以赛亚书对第7章一直到第9章这个经文，咱看起当初是这个预言，关于以马内利的预言，这是一个应允。但原本是要针对犹太民族的一个应允，总是犹太民族家己放弃，所以对伫犹太民族伊一个历史的处境，然后扩张到伫对万国万民永远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应允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个预言的应验。耶稣基督的来临，毋是偶然，毋是历史上一个偶然的事件，是上帝所计划救恩的一个计划。伊的目的无搁再限定伫犹太人，伊是包括万国万邦相信伊的人，所有属伫伊的百姓，拢要伫伊内面得到救恩。通过17女来生一个囝，圣囝上帝。伊家己亲心要成做人的款式，来踮伫人的中间，要彰显的，就是伊生成的疼内面的拯救。但耶稣基督诞生应验，以赛亚先知伫将近700-800当前，伊所做这个预言，显明耶稣来，毋也是原本犹太人的一个愿望，也是全人类的一个愿望。生成的疼要诞生，要来进入到伫人类的历史。要来成做成就上帝救恩的一个大的计划。但今仔咱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咱看起伫这个整个拯救的计划中间，有一个大的规律。这个规律是圣神。圣神是上帝创造的大规律，嘛是圣神，嘛是上帝救赎的大观念。拄拄亲像创世纪所记载，在起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阵，圣神伫中间伫做工。到伫落尾，咱看伫今仔日伫新约时代内面，当开始上帝要以拯救万百姓的救恩的时阵，圣神也通过感恩伫玛利亚和耶稣基督来出世，带来救赎。天使对玛利亚讲一个要紧的一个代志，伊讲圣神要临到伫你，至高者的权能要庇荫你，所以对你所生的。也要称作神，做上帝的囝。玛利亚伫耶稣出世诞生的故事中间，扮演袂通欠缺的角色。因为若无通过玛利亚，耶稣基督就毋是真做有血有肉的人的款式来到伫咱中间，真做真正的人子。总是咱毋通袂记住，伫整个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中间，有比玛利亚更较要紧、更较关键的角色。这个就是圣神，因为耶稣的生命毋是属于血气自然的生命，是互圣神所充满一个生命。圣经记载，在起头，上帝创造人是对亚当的鼻孔分一口气，互伊成做有灵的活人。那是圣诞的故事，耶稣的故事，甲咱讲，耶稣是通过上帝的神，伫玛利亚的母体内面，成做有血有肉的人。这是上帝对着人的新创造，这个新创造的一个起点。耶稣一生，咱来读福音书，咱会通看了非常的清楚。圣神不断充满伫伊的生命内面，对伊出世，圣神感恩；到伫伊的成长，增加伊的地位，伊的传道，伊的医病，伊的赶鬼，伊的事工，到伫落尾伊的受苦，伊伫十字架的死，到伫伊的国活，拢有圣神的关联伫中间。但耶稣基督所活出这种新的生命，是上帝的神，无搁再伫拘束伫人的肉体内底，反倒当是上帝的神会通完全来掌管、来运行伫人的身体内面。耶稣的生命为着人开启一个新的一条道路。第4世纪出名亚历山大城的主教，伊名叫做亚他那修亚他那修斯。伊捌讲一句话，伊讲耶稣基督的意义是啥物话？伊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成做人的囝，目的是要互人的囝会通成做上帝的囝。耶稣基督的降生、家己的救赎，要为着咱所有的人的生命
开始一种新生命款式，伊要讨放咱脱离罪的捆绑，互咱无搁再因为罪将咱家己的灵魂囚禁伫肉体中间，是要通过救恩，互咱的生命会通感受圣神，就伫咱的内面，伫咱的身躯中间，咧感动咱，咧换新咱，咧转化咱的生命，互咱的身躯、咱的生命会通成做上帝荣耀的器具。耶稣的降生是圣神运行的一个结果，也通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完成以马内利的救恩，咱也会通开始经验到圣神伫咱的身体内底，伫咱的生命中间的运行。当天使继续对约瑟讲：“你就爱家号一个名，伊的名就叫做耶稣。伊的名毋是叫做亚当，伊的名叫做耶稣。耶稣这个名伫旧约中间希伯来文中间叫做加索，咱该翻做约书亚。所以耶稣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名，伊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。这个名伫犹太人中间常常会出现，侪犹太人爱甲伊的囝号名叫做约书亚、加索。咱的教会有一个晚幼执事王琼医师，伊也将因的囝号做加索。所以咱中间嘛有一个叫做加索。但耶稣的名号做这个该号名叫做耶稣。这个名原本是伫犹太人中间非常普遍的一个名，总是当天使甲约瑟讲的时阵，讲这个名有非常深刻的属灵的意义。这个属灵的意义伫倒位？天使讲，因为伊要将伊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。这个拯救是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。天使讲，伊是要将伊的百姓，讲伊家己的百姓。就是讲，也正做人子的耶稣，要对伊的百姓完全的认同，这是属伫我的百姓。但伫当初时，以色列百姓是伫外族的压制下面，先知预言弥赛亚也将这个弥赛亚临到的时阵，伊也要甲百姓共款伫外族的压制下面。当这百姓受苦难、受到这压制的时阵，耶稣来到伫中间，认同因，甲因同齐来受苦。耶稣的名，甲伫属伫伊的百姓非常紧密关联做伙，因为伊是拄来完成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是通过伊受苦，也通过伊的献身来完成拯救。只有诚信的听，才会通经过12个受苦的方式，完全献出家己的生命来完成拯救的恩典。但耶稣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。耶稣伫咱的生命中间所要成就的，就毋是干那赦免咱的罪，毋是讲我犯一个罪，主你赦免我。咱毋是咱的灵性，毋是干那停留伫这种罪得到赦免，毋是咱的罪得到赦免，伊要将咱对罪的关系、对罪的捆绑、对罪的束缚中间拯救出来，互咱无搁再成做罪的奴仆。旧约的摩西将伊百姓对出来及最落的地，甲因引带出来，进入到伫旷野地，总是摩西这个代表律法的摩西，伊无法度将伊的百姓带离到伫应允地。旧约约书亚这位军事的将军，带领以色列百姓对漂流的旷野，进入到伫应允的迦南地。但甲约书亚同名的耶稣，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，毋但是拯救出来，是进入到伫上帝国的应允地。伫当初时，犹太民族认为，因需要一个亲像约书亚这种政治上、军事上这种的领导者，会通伫地面上来做王，亲像大卫王同款，来带领因推翻当初时压制因的罗马帝国，来起造伫地面上的以色列国。总是犹太民族。对伫旧约，对伫创世纪，一直到伫创世纪旧约最后的落尾，一直到伫新约，显然先知一直咧教导的讲，犹太民族甲根本的问题，毋是外族的压制，毋是外族军事甲政治的迫害，嘛毋是伫军事上因无够野开力，在伫因有罪，在伫因无真实相信上帝，
在伫因无将家己的性命交代伫上帝的手中，因真正的对敌，毋是外在，是因的内心。但耶稣来，毋是要甲外在遮的帝国的对敌来争战，伊是要甲人内心的罪恶来争战。伊要赦免人的罪的行为，上是要洁净人根深蒂固的罪性。生性的性命，生性的疼，才会通带来完全的拯救。因为伫生性的疼中间，无有惊吓。因为生性的疼，才会通互人真实伊的罪得到赦免，也会通将人因为罪犯罪了心内即种的惊吓，会通来除掉。但伫咱咧庆祝圣诞节的时阵，咱通过马太福音书这段经文，咱就认真来思考。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出世，要伫咱的生命中间所成就的大代志是虾米货？伊所予咱的应允是虾米货？我想概无有3项，咱就知伊所应允予咱的。第一项就是以马内利的一个应允。耶稣的降世是以马内利，应允上帝永远甲咱三角地带，尤其当咱拄着危险。尤其咧，当咱拄着灾害时阵，以马内利是一个应允。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上帝要赏赐予你的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拄着什么款的危险，拄着什么款的灾害，爱的季节，圣诞节就是一个应允。上帝应允以马内利。第二个应允就是圣神要点伫你内面的一个应允。耶稣感恩，然后诞生伊的身体。圣神也要点伫咱的身躯内面，互咱的身躯经历新的生命，对内到伫外的一个改变，甲伫换新。第三个应允是听的拯救的一个应允。圣诞节耶稣基督诞生，应允咱要将咱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，毋但是赦免咱的罪，佮较是帮助咱对罪中间得到讨白，互咱无佮再做罪的奴仆。也无佮再受罪的压制，但这3项的应允，拄拄是咱伫圣诞节中间，上帝所应允予咱宝贵的礼物。这是一个生命礼物，你的生命会通经验上帝甲你三角地带保护你这款的欢喜。你的生命会通经验你的身躯内面有一个规律，你的生命中间有一种的规律，这种的规律要互耶稣基督圣神感恩，真做人的款式。这种的规律，也要伫你的生命中间，真做帮助你生命成长智慧，真像你生命中间介大介强的一个规律。然后，这个规律是一个生性疼的规律，因为伊生性的疼，到伫落尾会显明，特别伫十字架的救恩中间，总是这个生性的疼，已经伫耶稣基督诞生的时阵来赏赐予咱。但兄弟姊妹，圣诞节的意义是上帝赏赐予你。伟大的一个礼物，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来赏赐予人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道成肉身来点伫咱的中间。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三角地带这个应允真实的一个实现。但伫圣诞节的时阵，咱毋是干咧庆祝一个人的生日，咱毋是干咧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。咱是咧宣告一项事：上帝生性的疼已经临到伫咱中间，要互所有相信伊应允的人，要经历以马内利的平安、欢喜甲快乐。耶稣基督诞生是用卑微的方式来彰显上帝生性的疼的奥秘。耶稣通过圣神的感恩来出世，伊降生的所在是伫卑微的马槽，伊一生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。圣经讲。恁着知，咱的主耶稣基督恩典，伊原本是富裕，总是为着恁的缘故，为着要拯救恁的缘故，来成做颂香，要互恁因为伊的颂香，会通成做富足。这位上帝的囝，将来要做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的这位王、这位主，伊用介平凡、介卑微的方式来到这个世间，目的就是要彰显上帝生性疼的拯救。初代教会无庆祝圣诞节，庆祝圣诞节一直到伫第4世纪来开始。初代教会较侪是纪念受难日，
甲着庆祝搁活节。但是这并毋是讲圣诞节无重要，因为多加入新以马内利的意义愈来愈清楚，圣诞节的重要性也愈来愈受到重视。咱通好讲，圣诞节是咧宣告，迄个将来伫十字架顶受苦的人子，甲着对死搁活的基督，以完整的救恩有一个开始。这个开始的点，就是对圣诞。多加入新圣神感恩来到伫咱中间，伫遮来开始。圣诞节、受难日、甲着搁活节，这是上帝完整救赎的计划中间的每一个要紧的这个重点。但这3个重点，其中任何一个重点拢袂通欠缺。圣诞节毋仅是对着耶稣诞生的一个庆贺，嘛是对着上帝计划的一个娱乐，因为若无圣诞节所彰显圣神的感恩，多加入心，就无法度继续来讲十字架的死亡，甲着搁活节、搁活的意义。咱通讲，规本的圣经介核心的部分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，甲着伊的对死搁活。但是咱知影一项事，若无圣诞的这个故事来甲咱讲，耶稣基督以卑微的诞生。所显明多加入新上帝新神听诞生的这个奥秘，以及以马内利的应允这款的应允，那安尼咱就无法度完整来了解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死伊重要意义，也无法度了解耶稣基督对死搁活迄个权力、迄个气力的来源。圣诞节、受难日、搁活节，这是上帝完整的计划。圣诞节是这个计划的一个开始，所以当咱咧庆祝圣诞节的时阵，咱来对马槽内面诞生这个生成的疼，会诞生，互咱看去到底，对这个所在来开始，看去到一天，伊伫十字架顶的死，甲着空的坟墓的搁活，这是上帝生成的疼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完成。大家亲爱兄弟姊妹，伟大生成的疼，伫耶稣基督诞生的时阵。已经出世伫人的中间，伊咧邀请咱来庆祝，伊咧邀请咱来纪念，伊咧邀请咱来领受，也咧邀请咱来见证，也邀请咱来分享。圣诞节的来临，互咱的心灵搁一摆来经验上帝生成的疼的诞生，互咱带着感恩的心，甲咱的兄弟姊妹，甲咱的亲情朋友，尤其是遐个认捌耶稣基督这个亲人朋友。来分享上帝生成的疼，来对因讲以马内利，但愿上帝生成的疼，通过耶稣基督的诞生，也诞生伫咱，也伫咱的亲人朋友，伫咱的兄弟姊妹的心内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有一个婴仔为着阮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要赏赐互阮。就是你的圣囝耶稣基督，对圣神感恩来成做婴仔，对道成着心来成做人子，赏赐伫阮中间。我既然相信伊的人，袂伫罪中间来灭亡，是会通得到罪的赦免，会通得到生命活新，会通得到以马内利上帝同在这款的应允。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，通过诞生来成做人的囝。是要互阮所有相信的人有机会，会通来成做上帝囝。当阮伫你的面前呼叫你阿爸爸上帝，但这个应允已经要实现伫阮的生命中间。伫这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，阮要学乐你生成的疼的诞生，也互阮经历你生成的疼的真实，也互阮会晓珍惜。你生成疼的宝贵，互阮想到伫你生成的疼已经诞生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互阮对阮的心搁一摆，甲你感谢，甲你学乐讲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学乐你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是下有地安见的古玛利亚，无乱。
在